林子欣醫務衛生局嘅基層醫療處咧就話，為咗進一步優化本港長者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咧，咁就由10月5號起咧就逐步整合衛生署轄下嘅長者健康中心服務咧，去到地區健康網絡，咁用新嘅服務模式咧，為長者提供更全面嘅基層醫療服務。咁究竟係什麼一回事呢？咁依家我哋就請嚟呢醫療衛生界嘅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議員林議員你好。你好，各位觀眾聽眾好。想先搞清楚啲概念先。嗱，長者健康服務，我想知道就係由衛生署自己直接搞噶嘛，係咪？一直都係好啦，咁而呢個地區健康中心咧，據介紹就係公私合營，就醫社合作，就地區為本，就係應該就係公私合營，即係話唔係淨係政府部門咧，而係同地區一啲單位做啦咁樣。好嗱，而家所謂叫做長者健康服務咧，就同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咧合併。簡單啲嚟講，或者令到更多人明白就係咪？唔係繼續呢啲長者咧，唔係由衛生署嗰啲健康服務嗰度嚟接受服務啦，而係參加咗一個新嘅公私合營醫社合作嘅地區為本嘅服務，係咪咁嘅性質咧？就其性質，就其服務嘅提供者而言，係咪咁啊？嗱，現在已經係嗰個長者服務嘅會員啦，衛生署個長者健康服務會員咧，佢哋初步就唔受影響嘅，仍然係去翻長者服務中心。咁但係下一步咧，長者服務中心嘅同事就會話俾佢聽，會唔會有改變同埋係點樣改變？所以第一步就不受影響先。好啦，咁長遠嚟講，我哋睇翻就係我哋想係多啲人接受到一個長者嘅健康服務，即係包括係佢評估同埋一啲係慢性疾病嘅治療。咁現在咧，似乎個服務嘅範圍咧，就都仍然係頗為有限，咁樣想更加大佢。咁加大佢到底係衛生署個服務加大啊，抑或係我哋做一個比較上全面嘅統合咧？咁你見到香港我哋如果公營醫療體系咧，有衛生署啦。有醫管局啦，醫管局就唔係屬於政府啦。另外就係基層醫療處，基層醫療處就係管理或者係統籌地區康健中心為一個社區嘅統籌點嘅一個基層醫療服務。咁啊變咗三個你當係三個馬車啊，即係衛生署、地區康係咪呢個基層醫療處同埋醫管局。咁醫管局唔使講啦，就係做醫院為主啦。咁其實佢都管理埋咧，係以前我哋叫普通科診所，而家改名就叫家庭醫學診所。即係其實佢做埋個服務，不過咧嗰個服務咧，其實就係由佢同埋基層醫療處一齊去管嘅。好啦，咁衛生署咧以前又提供一啲服務嘅喎，其實而家仲有㗎。母嬰健康院啊等等。咁但係將來慢慢咧，佢就會應該咧係做翻譬如管理各個專業啦，即係監管各個專業啦，又或者做翻 Board Health， 即係邊境嘅安檢健康檢查問題啊，又或者如果有疫情發作啊，或者有啲突發性嘅醫療事故，佢要即係公共醫療嘅危機佢處理，佢做翻呢方面嘅工作。咁所以直接服務咧，就如果係屬於上層嘅，即係醫院嘅複雜嘅，就醫管局；如果係基層嘅，係社區嘅，一般健康嘅，就交俾基層醫療處。就係咁樣嘅概念，咁呢個亦都係去年特首施政報告嗰度講咗，係會有咁樣嘅方向性嘅變化，整合翻啲服務。其實咁今次就係將長者健康中心服務咧，就調撥咗過去，由翻基層醫療處做一個統整咁解嘅啫。咁老友記就會問你醫生林醫生，實情而家呢個合併對我有咩影響咧？究竟頭先咁講，如果而家已經係會員嘅。佢 book 咗去邊度睇，繼續去嗰處嘅。咁但去到呢，護士就會話俾佢知下一次個服務會係點。嗱，大致上呢個改變就係咁嘅，即係如果佢係屬於攞緊綜援嘅人士啊，又或者係佢係75歲以上嘅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啊，又或者佢係有醫療費用減免證書嘅人士呢，咁佢就可以喺翻將來嚟講就係個家庭醫學中心啦。嗰處係仍然係可以獲得治療，咁基本上都係免費㗎啦。呢幾個類別嘅人士，咁就係主要係服務翻最基層嘅朋友。
咁但係如果佢係比較上有自己能力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改咗個模式咧，就希望佢喺通過地區康健中心配對到家庭醫生，咁就用一個共付嘅模式去到接受服務。即係話係用共付嘅服務模式，即係政府都會有啲資助啦。咁嘅時候就係鼓勵佢去照顧自己嘅健康。咁而健康咧，呢度其實係講緊兩個概念，一就係一個預防性嘅，即係話我要長者咯，你認知能力有冇問題咧？你視力啊、聽力啊有冇問題咧？有冇撞聾啦？我都開始有啲㗎啦，我諗咁然之後仲有冇啲譬如係骨質疏鬆等等各類各樣嘅問題，都係做一個預先嘅評估啦。跟住另外一樣咧，就係慢病已知嘅慢病，譬如糖尿啊、血壓啊個治療啦。咁所以係兩個 stream 兩個方面，一個係評估，一方面係治療。咁如果係屬於最基層人士，基本上都會係喺家庭醫學中心嗰處提供㗎啦。如果唔係咧，就由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家庭醫生咧一齊去幫佢手嘅。如果係健康評估嗰個係一個層次啦，有病就要醫治就另一個層次啦。從醫治嗰個角度講，以前嗰個嘅叫做長者健康服務就唔可以揀醫生嘅。而家將來係咪用一個一般人嘅語言嚟講，係咪可以揀醫生呢？可以，除咗你如果係最基層，即係頭先講過，譬如係綜援人士或者係75歲以上長者生活津貼人士等等呢，咁佢哋去返家庭醫學中心。咁而家庭醫學中心，佢每個中心主管個醫生都唔變嘅，咁所以係一個隊伍咁去照顧佢啦。咁其他嘅，咁佢就揀自己家庭醫生。其實你會發覺現在未改變嘅時候，個服務呢都有幾多重疊㗎。即係一個長者可能佢有糖尿病。咁佢有血壓高，咁佢到底係睇緊邊處咧？可能佢有去公立醫院嘅專科門診睇，佢又有去長者健康中心睇，佢又可能自己有家庭醫生，就變咗會比較上複雜。咁如果整合晒之後咧，就清清楚楚啦。咁如果佢嘅情況唔需要去到專科層面嘅時候，就喺家庭醫學中心睇啦。咁如果佢唔係屬於最基層嘅市民，佢咪自己家庭醫生咯。但係如果情況複雜嘅時候，一樣係去翻專科嗰處睇，所以就會比較上清晰啲，就減少咗重疊。減少咗重疊資源嘅時候，就更加多人希望係可以得到嗰個服務啦。就服務點而言，係大幅度擴大咗嗰個服務點嘅數目，係咪啊？係啊，因為而家衛生署其實衛生署嘅醫生人數亦都有限，咁佢好多醫生都係做好多係行政嘅工作或者管理啊或者監管嘅工作，咁即係真係提供服務嘅，你會發覺好似唔係佢哋提供最多服務，將來就唔使啦，將來係成個基層醫療處入邊嘅，不論係公營嘅醫生、私營嘅醫生咧，都會有提供服務，所以服務點同埋服務量都可以大大提升。林哲玄都想從個公共行政角度去睇咧，因為頭先你提到啦，即係長者健康中心本身係衛生署管嘅，咁而家調撥咗去咧地區康健網絡就係基層醫療處管啦。咁個服務點咧其實都多咗好多嘅，即係完成晒成個整合之後咧，18個服務點增加去到100個。咁你認為咧基層醫療處咧其實有冇咁樣嘅經驗去管理咁多服務點呢？所以你會發覺咧，其實而家就算係家庭醫學中心咧嘅人手同埋管理咧，都仲係醫管局去負責嘅。咁所以將來我相信你會見到咧，就係基層醫療處就佢會做個服務嘅設計同埋個protocol， 即係個計劃係點樣做法。但實際上人力咧，起碼我哋暫時見到可見嘅將來咧，都好大可能係由醫管局嗰邊去管理翻同埋聘用翻嘅。下一步會唔會再有改變就我相信睇下事態發展先啦。喺嗰個評估嗰個範疇方面呢，係擴闊咗嘅，係咪亦都健康評估啊？一路都會擴闊嘅，咁就即係我哋長者人數一路都會增加啦，咁百分比都會增加。將來每三個人士已經會有一個長者㗎啦。咁我哋就希望長者係生活得健康啲，所以係評估方面咧，趁早可以評估同埋預防到疾病咧係最好嘅。咁實際上你睇返基層醫療健康藍圖佢嗰個logo 咧，佢都係一個砌圖嚟嘅，係一個拼圖嚟嘅。咁就逐片咁拼落去，咁逐片拼落去嘅時候咧，服務範圍都係會加大。有好多其實我自己即係作為自己業界嘅代表，或者亦都係喺前線工作咧，我有好多願望暫時未加到入去嘅。譬如如果你講緊個長者嘅精神健康而家開始有啲啦。咁你林醫生，你嘅願望，我哋有機會再請你講下。今日節目時間夠晒啦嚇，多謝各位收聽。